新竹县台北市最近这几年人口成长真紧，这粪数量也是愈来愈多。其中民众食无了倒掉的粪呢，一天就要到25吨。台北市公所打造出移动式的这个自动化回收粪的机器，除了减轻清洁人员的负担，也能降低这清洁人员的职业伤害。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传统的方式。 清洁队员爱用尽气力，真无简单，才甲对社区大楼回收来的喷桶，用人工的方式倒入去另外专用的桶仔内面。处理煞已经规身躯干，回收的过程是真辛苦，而且喷桶过重，定定拢会造成清洁人员受伤。传统的那个倾倒处理的方式，他的手臂、手腕、背部、腰、背部肌肉都会很容易拉伤。像我们现在正在 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仁呢，最多一个人系了2条护腰，而且已经有很多人在记录上都有工伤这方面的工伤。为了改善清洁队员的负担，台北市公所清洁队即头壳利用机械手鼓的概念，家己打造出自动回收喷的机器。未来清洁人员只要把喷桶塞到机器头前，轻轻松松就当倒掉回收。整台是用 全电来发电的，没有吃到任何一滴油，也不会造成空气污染。还有，它在倾倒处理的时候达到100%，不会造成厨余外溢、二次污染地面，也减轻了工作同仁在倾倒处理完之后还要打扫地面的这个辛劳的付出。那这样未来我们的清洁队员在执行勤务的时候呢，就不会受伤了哦。那当然，这个移动式的呢，可以跟着我们的垃圾车呢，到我们的集中式住宅来把这个大桶换成我们的这个厨余的这个桶子里面来做收集哦。 清洁队指出，目前台北地区每天回收喷的量约25吨，未来有这台自动化的机器，不但减轻清洁队的负担，上重要的是，也袂造成清洁人员的职业伤害。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